大家有冇試過興高采烈喺超市買咗個大扭蟹返屋脆，以為執到寶，點知一開入面得嗰兩三房肉，仲要係死實實核隔排個肉嘅復仇禮題，嗰種心痛同無奈真係慘過賭錢落鹹水海。今日我就要幫大家打破呢個宿命。我特登看咗喺油麻地果欄做咗幾十年嘅老行家，抄咗佢哋秘傳嘅揀爐底絕學。只要你記住一個簡單嘅口訣，跟住嗰3招去揀，我包你以後買親都係皮薄肉厚核細嘅布因留舊。以後去超市或者街市買生果，合埋眼都唔會再中伏。講到驢島，香港人真係又愛又恨。每逢到咗5月、6月、10月呢個正宗嘅驢流季節，街頭巷尾各大超市都擺滿一堆堆金燦燦或者青綠色嘅驢笛。不過買漏噃就好似賭博一樣，一不小心買錯咗個生骨頭或者空心蛋，成百幾200蚊就咁化為烏有。好多人以為揀柳柚一定要越重越好，又或者以為外殼越黃就越熟，其實呢啲全部都係美麗嘅誤會。果欄嗰位做了30幾年，今年已經56歲嘅老前輩同我講，揀柳柚其實係一門科學，亦係一門藝術。要睇出肉率高唔高，唔係單憑直覺，而係要用你嘅眼、手同埋耳仔去綜合判斷。佢將幾十年嘅經驗總結成一隻好容易記嘅口訣，今日我就毫無保留咁傳授俾大家。呢個口訣就係形如冬瓜，刺疏而鈍，嚼之有聲，餅粗色潤。只要你將呢16個字刻喺腦海入面，去到超市基本上就可以橫行無忌。好啦，我哋依家就將呢個口訣拆解成具體嘅3招。第一招，我哋要睇身材，想外貌。老行家話，好多人去到超市，第一時間就去睇啲好大個、好圓潤嘅柳蒂，覺得咁樣先至抵買。錯啦，真正出肉率高嘅柳椎，通常係呈卵、圓形，或者好似一個長長地嘅冬瓜咁樣。你想象一下，如果個柳柚太過圓滾滾，好似一個大西瓜咁，佢往往係外皮好厚，入面嘅骨架好大，但真正嘅果肉可能反而被厚皮壓榨咗空間。相反，如果個涼柚長得太過畸形，粒粒突得好犀利，就代表佢發育不全，可能入面有幾房肉係完全空心嘅，即係我哋俗稱嘅盲房。所以揀柳柚嘅時候，你要逐個面去數佢嘅鼓包，每一個突出嚟嘅弧形就代表入面藏住一房肥美嘅果肉。一個完美嘅布因流計，通常會有5個到6個好均匀嘅鼓包，呢啲就叫做5房肉或者6房肉。如果你見到個柳某一面扁晒，千萬唔好買，因為嗰一邊100%係冇肉嘅。另外要睇客淚流底部那個中心點，如果嗰個位置係平平地，甚至有少少向內凹，而周圍嘅鼓包又好飽滿，呢個就係典型嘅皮薄肉多嘅特徵。第二招，要觀其刺，驗其餅。呢一招係判斷個柳到底成熟未，入面嘅肉係咪乾包嘅關鍵。所謂嘅乾包就係指果肉表面乾爽，入口即化，好似雪糕咁綿密，而唔係水汪汪爛溶溶嘅水包。老行家教路，你要去望下柳後表面嘅刺，如果啲刺長得好密、好尖、好長，好似隻刺蝟咁，呢種通常係未熟透或者係皮好厚嘅品種，唔好要。我們要瞄嘅係啲刺長得比較疏，基部好寬，而尖端有少少鈍，甚至帶有一種微微磨損感嘅柳蒂。你可以用手指發力，將相鄰嘅2條刺向內捏一捏。如果呢2條刺好輕易就可以向內靠攏，而且帶有一點點彈性，呢個就代表個柳口已經成熟，果皮已經開始變軟，入面嘅果肉亦都已經熟到啱啱好。如果任憑你用盡9牛2虎之力，2條刺都係硬邦邦，完全捏唔喐，咁呢個柳肯定仲係生骨頭，買返屋企擺幾日都可能唔會熟，反而會直接擺到爛。除咗睇刺，柳體頂部嗰條果柄亦都係一個超級重要嘅情報站。好多人忽略咗果柄，其實佢代表住柳狗嘅生命力。如果一條果柄好粗壯，顏色係青綠色或者帶有光澤嘅深褐色，用指甲輕輕一刮，仲可以看到入面帶有水分嘅嫩綠色，
咁就證明呢個流係啱啱摘下來冇幾耐，新鮮度極高。相反，如果條果柄乾巴巴，甚至已經枯萎，一碰就斷，或者呈一種死灰色，咁就代表呢個流球已經存放咗好耐，入面嘅果肉好可能已經變質、發酵，甚至帶有一股酒精味，咁就真係貼錢買難受啦。第三招，亦都係最神奇、最需要技巧嘅一招，就係聽聲音辨乾濕。當你通過咗前面兩關，篩選出兩三個身材勻稱、刺疏病粗嘅候選狼糖之後，你就可以使出呢個終極絕殺。超市嘅職員見到你用呢一招，都會知道你係老江湖，唔敢隨便拿啲次貨嚟敷衍你。做法好簡單，你用手拎住扭扭果柄嘅頂端，將佢提起來，然後放喺耳仔邊，輕輕咁左右搖晃幾下。記住，唔需要好似搖雞尾酒咁用力，溫柔少少就得。喺你搖晃嘅過程之中，你要留心聽客入面有沒有聲音。如果你聽到入面傳來好微弱，但係好清脆嘅咕咚咕咚或者撲撲嘅碰撞聲，甚至感覺到入面有嘢喺度微微晃動，恭喜你，呢個絕對係極品嘅乾包布因雷計。點解會咁樣呢？果欄老行家解釋，因為當蘆藕完全成熟，水分收乾嘅時候，入面嘅果肉就會同外殼嘅內壁自然分離。當你搖晃佢，果肉喺個殼入面撞擊，就會發出呢種聲音。呢個現象證明兩件事：第一，佢已經熟透了；第二，佢係乾包，果肉結實而唔會黏住個殼。相反，如果你搖嘅時候，入面係完全無聲，死氣沉沉咁樣，咁一係就係佢未熟，果肉仲牢牢咁黏住個外殼；一係就係入面係水包，果肉已經化成水，爛成一團，完全冇咗彈性。所以搖之有聲真係非常之重要。學識咗呢三招口訣，我哋再去超市實戰嘅時候，仲要學識點樣分品種，因為香港最普遍見到嘅品種不外乎金枕頭、貓山王同埋青梨。唔同嘅品種揀嘅策略都有少少微調，好似最受歡迎、性價比最高嘅泰國金枕頭咁，佢通常體型比較大，普遍都有5-6斤重。揀金枕頭嘅時候，最重要係睇顏色。金枕頭成熟嘅時候，外殼會由青綠色轉為一種帶有金黃色嘅微黃。不過要留意，超市有時為咗方便運輸，會喺流油仲有7-8成熟嘅時候就摘落嚟。如果你買咗個偏青色嘅金枕頭，返屋企千萬唔好即刻開，你可以將佢同幾隻熟透嘅香蕉或者蘋果擺埋一齊，用個紙袋或者報紙包住，擺喺屋企陰涼嘅地方，通常過得2-3日。當你聞到好濃郁嘅榴榴香，而且用手捏下啲刺變軟咗，咁就可以開啦。至於好多套客視為極品嘅馬來西亞貓山王，揀法就完全唔同。貓山王係遵循瓜熟蒂落嘅自然規律，一定要等佢完全熟透，自己由樹上跌落嚟。所以你喺香港超市見到嘅正宗貓山王，多數係行液氮冷凍技術空運過嚟嘅。揀貓山王，你最先要睇佢嘅底部。貓山王有一個好標誌性嘅特徵，就係底部有一個好明顯，好似海星咁樣嘅5角星或者6角星形狀嘅紋路，而且呢個星形位置通常係無刺嘅。如果你見到個所謂嘅貓山王底部密密麻麻都係刺，冇呢個海星紋，咁你就要打個問號，睇下係咪俾人呃啦。另外，貓山王嘅體型通常比金枕頭細好多，一隻一般得2-3斤左右。外殼顏色多數偏向青褐色或者草綠色，唔會好似金枕頭咁變到好金黃。所以揀貓山王唔好盲目追求黃色，反而要注重佢嘅香味。就算係冷凍過嘅貓山王，解凍之後嗰股濃郁到帶點苦甜，好似太妃糖混和咗酒香嘅獨特氣味，係普通流購完全冇辦法比擬嘅。喺超市買柳蟹，仲有一個好多人會犯嘅致命錯誤，就係貪方便去買一盒盒已經剝好用保鮮紙包住嘅柳口油。我明白有時見到一盒盒黃澄澄嘅肉，又唔使自己動手開，好似好方便。但係老行家同我講，除非你係相熟嘅生果檔，親眼睇住佢即開即包，否則超市嗰啲現成嘅果肉盒，好多時係用一啲外殼已經撞爛咗，或者局部發霉，
甚至放咗好耐開出來嘅剩餘物質拼湊而成。而且獠牛肉一旦暴露喺空氣中，佢嘅水分就會流失得好快，好容易會滋生細菌，仲會吸附雪櫃入面其他生果或者嘢食嘅雜味。你以為自己買到精華，其實可能買到嘅係擺咗好耐，已經開始變質嘅隔夜肉。所以為咗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，亦都為咗追求完美嘅口感，強烈建議大家一定要買原個留計，返屋企自己開。講到自己開爐蓋，好多人一見到滿身是刺嘅怪獸，就覺得無從入手，甚至驚弄傷手。其實只要你買到嘅係用我呢套方法揀出嚟嘅熟柳害，開柳口真係易過借火，完全不需要用到咩冚骨刀。你只需要準備一對厚少少嘅勞工手套或者一條厚毛巾。首先將柳後底部朝天，如果你買得啱，個柳已經熟透，你會發現佢底部海星紋或者中心點嘅地方，其實已經隱隱約約有少少自然裂開嘅縫隙。你只需要拿一把普通嘅尖頭生果刀，對準嗰個中心點，輕輕一插，然後順時針或者逆時針一扭，你就會聽到啪一聲，個柳啟就會順住佢嘅天然紋路裂開。這個時候你甚至不需要再用刀，直接用雙手戴住手套，順住條裂縫向兩邊一掰，一晃肥美厚肉，好似枕頭咁大嘅牛油肉就會完美呈現在你眼前。嗰種成功感同埋陣陣撲鼻而來嘅香氣，真係會令你覺得揀留緊嘅所有心思都係值得嘅。萬一，我是說萬一，你真係唔好彩，開咗個未熟透、肉質仲有少少硬嘅柳係，點算好？唔好即刻丟掉。老行家亦都有補救嘅妙計，你可以將呢啲未熟嘅獠柳肉用保鮮紙包好，放進微波爐入面，用中火微波大約30秒到1分鐘，或者用錫紙包住，放進焗爐以180度焗大約10分鐘。透過人工加熱，可以令到果肉入面嘅澱粉質快速轉化為糖分。雖然口感無自然熟透咁軟綿，但至少會變軟變甜，可以用來做流行糖水或者流燉燉奶，總好過浪費咗成100蚊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咗咁多果欄老行家嘅不傳之秘，由點樣睇身材、捏刺、聽聲，到點樣分金枕頭同貓山王，再到點樣安全咁開羅揼。相信大家依家已經由一個連柳柚品種都分唔清嘅門外漢，變成了半個揀柳柚專家。生果呢樣嘢真係一分錢一分貨，但更重要嘅係你要識得帶眼識貨。超市嘅生果架就好似一個寶藏，亦都好似一個陷阱。下一次當你行過超市，見到堆積如山嘅柳舊嘅時候，唔好再老鼠拉龜，無從入手啦！即刻拎起你嘅手機，複習一下我今日教大家嘅16字口訣：形如冬瓜，刺疏而燉，搖之有聲，餅粗色潤。一隻好嘅布恩柳芥，不僅僅係一餐美味嘅甜品，更係可以帶俾全家人快樂同滿足感嘅神奇食物。當你喺飯後同屋企人圍坐喺客廳，一齊分享一房皮薄肉多、香甜濃郁嘅頂級柳啟，嗰種幸福感真係無與倫比。希望大家今年嘅柳芽季節，每一個人都可以憑住今日學到嘅秘笈，買到屬於自己嘅那一隻完美布恩柳芥，一開就中獎，啖啖都係肉。